新德县德北的豆仔埔溪最近有民众发现这个溪水受到污染，经过稽查是发现是附近一个工地排出红毛土的垃圾水，所以环保局就赶紧要求业者要来停止排放，改善溪水，也讲会依法处罚。黄色的污水对水管排入溪水内面，水面上阁会当看到不一站白色的泡。住在附近的民众讲，原地清气的水质，即马完全变做另外一款模样。花花草草都还有鱼啊，都看起来都好像没有朝气一样，水质都已经变了。对于我们整个豆子埔溪的河川包含鱼类啊，这些的养殖生态都非常的危害的非常的严重。新德县德北市豆仔埔溪最近有民众发现出现大量的垃圾水，环保局派人到现场稽查，发现原来是附近工地排出红毛土污水所造成。目前已经要求业者停止排放。就是依照《水污染防治法》第30条的一个规定，如果说民众有发现污染的话，那我们去看，那确实有这个污染的那个状况的话，那我们会叫他立即停工改善，然后三天内改善，那并且那个依照行政就会后续依照行政处分来做罚款。环保局表示，有要求业者甲豆仔埔溪恢复，而且会依照违反水污染防治法，处3万以上300万以下的罚款。后续也要求业者完成改善的动作。记者杜君豪，新潮报道。